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期待。即时咱来吟唱，伫这个是礼拜中，咱会做伙吟唱的圣诗。头一条是圣诗第12首，咱来听琴弹一遍吼。咱做伙来读这个歌词吼，做伙来读第一站的歌词就好。来预备，来，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你创造地甲天，你伫穹苍安置正前神，用手来护山岭地面，你话讲出大水就形成。群海听你命令，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你创造大地，你的穹苍安置正气心。来破山岭地面，你话讲出大水就形成，心爱听你命令。咱这条歌有真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行伫迄个。改成人的性命，改成行伫迄个路面，上尾确实是死无，无毋对。总是行伫迄个路面，会当有即款的心怀，去学了上帝讲：上帝啊，这就是你所创造伟大水无比。咱即个有限时间有限的人，行伫即条路面。咱会当常时莫看家己，是看着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咱学了上帝，透过安尼在学了上帝吼，所以真特别的圣诗真特别的即个曲调吼，咱搁来唱第一遍，第一节就好吼，第一节啊。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你创造地甲天，你的穹苍安置正气心，用手来破山岭地面，你话讲出大水就形成。心爱听你命令。这是咱搁来献开圣诗第622首。我想的愿你传我，本归今世空也地，我今若有你我观念，用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妙，天的美妙，求你日日有赐我。这条歌咱就真熟，不过这条歌上尾唱暗的，这是祈祷的歌，祈祷的歌吼。
其实我咧经即条歌的时阵的原因啦吼，就是咱若有摕圣诗本的吼，后壁有一条口天hen牧师所写的词，所以咱若有摕圣诗的，即摆无摕不要紧啦吼，会当甲我做伙来读即个伊所写的诗啊吼，这是口天hen牧师所写的诗，622首的美段。迄阵仔我是因为即条诗的原因，所以经即条歌的啦吼。这是伊伫苦难中，伊上帝的祈祷，所以伊是安尼讲吼。所以这是口天的牧师的诗吼，咱在座若无摕不要紧吼，会当听有的人来读啦吼。我的主，我的主，求你甲我同行，我的主。我的主，求你甲我相同行，路途坎坷，遥远歹行，小人恶毒我惊，心灵孤单找无伴，求主甲我同行。我的主，我的主，求你甲我同行。我的主，我的主，求你甲我相同行。世情风险，风波难定。小人暗行，我惊暗钱，小木牵无线，求主甲我同行。我想是咧讲人伫苦难中就是行行的时阵，迄种心切境，求上帝特别也帮助咱，互咱知咱的主会甲咱做伙同行，做伙来陪伴咱的心。感谢平安，这时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闭完心来敬拜，请奏乐。
来啊，咱来各种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2首。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请为众起立，念全首。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你创造地各地。追求形象，情怀条理连绵，清心温暖，尊叹伊永远，掌管家己的人，求你降临，甲万人徛起。你属教义，是阮心事，你言万万妙，点你来言听。咱犹原家的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徒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死价，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亚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会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启应。请坐。请坐。三甲来启应，启文第10篇，禅师啊诗篇第27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战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一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记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放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予因。我深信一项事，
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咱大家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带领，阮兄弟搁一摆来组织伫主的圣殿伫遮阮甲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虔诚的心甲水的诗歌来学乐敬拜你。你是有大权能的主，你无纪念阮所犯的罪，白白赏赐阮极大的恩典，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阮感谢你。阮检采行道，若无合伫主的旨意，求主来怜悯赦免阮所犯的罪，用你的灵来治理阮软正的心，互阮会当赢过所有的罪，互圣灵保卫师伫阮生命中掌权。互阮会当持守福音的真理，活出基督，实现分享来荣耀上帝，利益伫众人。阮也为着阮国家甲政党的领袖来祈祷，互阮会当停止政党间恶性的争斗，为着阮国家的主权甲全民的利益，会当彼此团结合作，共同创造咱台湾美好的未来。赏赐掌权者有智慧甲执行政策的能力，用公义、怜悯甲信息来治理阮的国家，互阮国家会当政治安定、经济进长，互百姓生活得到好的保障。阮也为着台湾一个未信者来祈祷，求主圣灵亲自的做工。借着教会的努力，互福音广传伫台湾每一个角落，互人人会当入捌真理，得到真正的平安、永远的活命。敬畏耶和华就会得到活命，伊要安居饱足，无拄着灾害。阮著爱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求主赏赐阮，无论啥物境遇，拢有一个喜乐的心，甲面对困境的勇气。我靠主，才有真正的平安。阮身体欠安，拄着病痛的兄弟，求圣灵安慰因，帮助因，扶持因，坚固因，顺利大能的成就。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的病痛，得到医治。阮也将今仔日的感恩来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我牧师来讨放你爱阮知的信息。当我们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来，大家来看上帝的话，记载是圣经旧约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现代中文译本是25页，现代台语译本是第52页。现着我来读。第10节，雅各离开别是巴，要去赫兰，到一个所在，因为日落，就伫遐歇眠。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伫遐困。伊梦见有一个腿踩伫地里。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腿里起起落落。迄时，上主徛伫腿顶讲：“我是上主，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嘛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分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会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尔济，你的东西南北发展，地上万族会因为你甲你的后代得到福气。你无论去倒位，我要甲你同在，保护你，嘛要带你转来这个所在，袂放杀你。直到我实现对你讲的应允。雅各对民望醒起来，就讲：上主真正伫遮，我竟然毋知。伊真惊讲。这个所在有够可怕，这真正是上帝的厝，是天的门。
我搁透早起来，将伊做枕头的石菜做条，搁倒油伫迄顶面，伊甲迄个所在号做逼入哩。即个城本来叫罗斯。我甲客人讲，上帝若甲我同在，一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互我会平安，转来我老爸的厝，我就尊上主，你做我的上帝。我采起来做挑一块石头，要做上帝的厝。所有你赏赐我的，我一定要献1/10互你。以上圣经，愿主赐福听伊话，搁来行的人。赞美咱请上灵团今仔赞美的诗歌是：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正道，咱请吴牧师甲咱正道。伊今仔正道的题目是上主既然伫遮，上主既然伫遮。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每一遍我听到少年团契的声音，
也是所献出的歌声，我着感谢上帝，上帝的赏赐，互咱即群年厝上轻，总是上少啦吼，年厝上少，伫咱中间年厝上少的吼，伫咱中间游园透过这个声音要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虽然咱的生命即条路，我相信有真侪有当时啊是坎坷，真侪互咱想袂到会拄着的代志，总是上帝的怜悯要甲咱做伙伫地，上帝的恩典也时常眷顾咱，互咱有出声的声，有声通出，咱就爱出；有骹通行，我昨昏伫见证顶的下厝内底，我有骹通行，咱就爱去行哦。然后有目睭通看，有耳孔通听，咱就爱通看通听，因为这拢是上帝所赏赐水无比的祝福。所以即时我嘛要邀请咱在座会当有喙通讲，咱就爱讲祝福的话。所以咱即时就爱咱附近的兄弟姊妹讲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有时行伫一条路林茫茫渺渺，阮毋知阮会拄着啥。主，你知，有时阮心会惊吓，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有你甲阮做伙伫地，阮就勇敢壮大。啥物拢无惊，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毋知影咱敢捌甲过去熟悉的人，毋是伫咱熟悉的所在见面，是去到真特别的所在见面。像讲我有一遍去到日本，拄着20当前无看见的学生。然后过一遍去东南亚，拄着40当前的同学，我同学拄着伫台湾明明着住附近尔，结果拢毋捌咧拄着，结果去到外口吼，拄好伫遐拄着，所以拄着头一句话拢讲，你哪会遮？对无？拄着，你哪会遮？我明明台湾都算。住隔壁城市尔吼，透死人拢毋捌见面，结果去到遐竟然煞伫遐拄着，所以头一句话通常咱拢会讲吼，你哪会遮？甲人安尼拄着，往往爱有机会甲缘分，台湾人讲的缘分，总是即种经验，若是拄着上帝咧，有可能咱若拄着上帝的话，检采就是伊要带来祝福，改变咱的生命的迄个时阵。雅各有2摆，伊的大兄以扫献大囝的名分甲祝福，所以创世记27章41节就讲起这项代志。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做伙来读来。以扫因为雅各得到老爸祝福，就怨愤雅各，心内讲：阮老爸得要过身，等丧事办了，我要杀死我的小弟雅各。不止心内讲尔吼，有可能伊阁对因身边的好朋友讲，所以后来这项代志线传去到伊的老母利百加的耳孔。伊听着真烦恼，伊听着真烦恼哦，所以伊就随爱雅各去赫兰，伊哥哥、伊兄哥6班伫遐住一寡日子，直到以扫的气消，以免发生家庭的悲剧。以免发生家庭的悲剧，因为伊知影，做老母吼上知影伊的囝，
所以伊绝对知影伊的意思心内底，伊心内底咧想吼，有可能着安尼做哦，所以伊会惊。所以离开厝以前，以撒这个老爸就祝福雅各，吩咐伊。创世纪28章第1节第尾段是安尼讲：你毋通带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这检采就是伊的阿兄以扫带迦南的女子，啊，真明显因兜就是有搭嫁甲新妇的问题，真明显啦。所以袂合，两个袂合，啊，所以以撒就根据利百加的想法，就吩咐雅各，并且祝福雅各，迄个对上帝来关系土地后代的应允。创世纪28章第10节，所以咱就读到雅各是安尼离开因兜的啊吼。雅各是因为安尼来离开因兜的，所以28章第1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离开别是巴，要去哈兰。迄个对别是巴到伯特利，就是咱今日所读到的这个所在吼，伯特利距离差不多90公里，90公里，所以行路咧，行路爱差不多几工，可能差不多3工到5工，行路啦吼，用行路的，因为当时无车通坐吼，今仔日无共吼，今仔90公里可能车一个驶就到啊吼。总是当时无啥共款，然后对伯特利到哈兰，距离差不多650公里，安尼等咱想象650公里啊吼。所以对伯特利搁行到哈兰，至少要行1个月以上，30天啦吼，至少要行30天以上。创世纪28章11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到一个所在，因为日落就伫遐歇眠，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伫遐困。真明显，这毋是一抓真计划真详细的旅途，因为若计划真详细，咱就会计划讲，嘿，我今仔暗时要住倒，对无？我今仔差不多行到倒，我就找啥物附近，当时无旅馆，所以通常是找一寡朋友，也是会当歇的所在，总是真明显，这毋是一段计划真详细的旅程。雅各是真匆忙、真突然来离开伊的厝，所以伊行到日落的时，忝啊，就伫迄个毋知影、迄个无名的所在啊。伊毋知影这是啥物所在，迄是一个无名的所在。就凊彩用一块枕头，就摕，就伫遐过暝。创世纪28章1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房间有一个腿踩伫地面，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腿面起起落落。这是雅各生命中真关键2个事件的头一个。这是头一个，也是创世纪这2个事件内底，拢常时讲到上帝的使者。创世纪只有2遍讲到上帝使者这个这个名词，结果只出现伫雅各2个事件内底。伫这个梦里，安尼表示啥物货？梦表示毋是人会当控制，听有意思吼？所以这个所在伫梦的内底，毋是雅各会当去骗，也是去控制的所在，完全只会当倚靠上帝。原文其实有一个字无翻译出来，叫做“看”。迄个“看”吼，就是原文有一个无翻译出来，所以伫遮是咧描述一项代志。雅各伫迄个梦里，伊一个入去梦里，嘿。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搁那喙真惊吓来开，伫遐发现讲，你看，一个腿呢，上帝使者就伫遐安尼起起落落行来行去，迄是一个异象。所以
这毋是咱现在时常看见的迄种推，迄种爱搬来搬去迄种推，毋是哦吼。而且下即个推是天地中间的通道，比较较接近的描述，应该亲像庙塔，巴比伦的庙塔，或是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迄个有迄个推会当安尼行起。所以，这个意象将雅各所知影现在有的世界来拆毁，因为雅各掠做，伊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咧旅行，伊安尼走离因兜，真匆忙，就是只是因为伊想要保掉伊的性命。所以即时的伊，亲像互伊有迄个旧的迄个世界甲特殊来隔离放袂其实，总是伫即个梦里，伊突然发现，伊毋是孤单一个呢。伫伊所困的所在，既然有上帝的使者伫遮安尼起起落落，创世纪28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时上主徛伫推顶，讲：我是上主，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嘛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困的地，想视你甲你的后代。上主就出现伫迄个梦，然后伫迄个推顶头，然后伊讲伊是啥物人？以及伊要事的应允。创世纪第28章14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后代会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多，你会东西南北发展，地上万族会因为你甲你的后代得到福气。这个希伯来文真趣味啦，吼，甲中文无啥共款。照希伯来文的写法，应该叫做西东北南，听有意思啊吼，倒变，甲咱惯势的方向倒变，伊是先对西开始啊吼，西东啊，总是咱为着要互咱大家较清楚，所以翻译者就翻译做东西南北，意思就是啥物货？上帝应允雅各的后代会往死的方向，就是安尼扩展，互人，然后扩展的目的是啥物货？扩展的目的是互人因为恁来得到福气。创世纪28章1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无论去倒位，我要甲你同在，保护你，嘛要带你倒来这个所在。拢袂放杀你，直到我实现对你讲的应允。咱现在读到的，就是上帝互雅各的应允内底，甲其他的应允有点仔无共，上大无共，其实就是即节内底。古代近东的信仰甲台湾传统的信仰真类似。就是神吼，因认为神拢有家己管的所在，有伊的范围啊，听有意思吼。所以吼，咱嘛台湾传统的信仰嘛是安尼吼，会想讲吼，啥物人管啥物货，啥物人管啥物货，迄拢有伊的地域。啊，若超过伊的地域，就无关伊的代志。所以古早近东的信仰，其实因拢有共款。因认为神就是有伊家己管辖的领域、土地、族群，或是家族内底，总是上帝伫遮出现了，煞达雅各应允讲：啊，无论你去到倒位，我拢要甲你做伙伫地。我要保证你，保证我无去杀你，直到你搁转来现在的这个土地。上帝这话有真深远的意义，在伫上帝，咱认捌的这位上帝，伊愿意委身
伫一个目前啥物拢毋是，只有互人讲伊骗子的雅各，双手空空，上时阁走离开因兜，这个时阵拢无啥物货的雅各。伊既然保证讲永无去杀伊，虽上伫历史顶头，后来上帝嘛捌对迄位要拄着对敌来陷害的先知亚利米安尼讲。亚利米书第1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为攻击你，毋久会赢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安尼宣布。伫另外一个时代，搁过差不多150冬，上帝对迄群叫掠到巴比伦、陷入绝望中的以色列百姓安尼讲：以赛亚书第43章第1节到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啊！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以色列啊，捏造你的迄位安尼宣布，毋免惊，因为我已经有救赎你，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你属我，你经过大水的时，我要甲你同在；你过大河的时，水袂甲你淹灭；你对火中经过，一定袂伤着，火焰嘛袂甲你吞灭。咱搁一遍读着，我要甲你同在，对无？搁一遍读着。结果后来即句话既然成做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号，马太福音第1章第2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看，在西路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真特别的是，主耶稣吩咐伊的门徒伫福音书内底上尾一句话，嘛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马太福音28章20节。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今世的结束。结果，这个应允对雅各开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无应该因为这句话伫圣经内底重复咧出现，就轻轻啊放过，想讲看轻这句话就是。用即句话来当作人甲人中间的拍招呼尔。实际上，即句话伫圣经内底每一遍出现的时，就是上帝专心咧显露伊本身，以及专心咧显露伊对人的旨意甲祝福。伊是迄位愿意甲人做伙伫地的上帝，特别当人拄着困境、面临危险的时，伊透过即句话要对咱讲：啊，有我伫地啊，有我甲恁做伙伫地啊。创世纪28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对面望醒来起来，就讲：上主真正伫遮，我既然毋知，这就是迄个，敢若这个雅各困去进前，伫遮是一个互伊行到真野线、真青昏，伊阁毋知影这困的时阵，阁毋知这是啥物所在，所以表示啥物话？伊是行甲忝。忝甲挡袂住，阁找无通歇的所在。咱爱知影，当时若住伫外口，迄是最危险的代志。总是伊着伫野地安尼困去，所以伊困去进前，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这个所在是互伊会惊吓的所在。总是伫梦中，
互伊知影即个所在突然间变做无共款。因为伫雅各真有限的想象内底，上帝要出现的所在，倒伫我的老爸以撒迄个祭坛边啊，上帝倒伫遐尔。伫伊真有限的想象内底是安尼，想袂到上帝真着下过人的想象，人的边界，人的限制，伫遮出现。当雅各醒来，伊的心内底一定有最惊吓甲敬畏。所以创世记28章17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来，伊真惊讲。这个所在有够可怕，这真正是上帝的厝，是天的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雅各一个醒来，突然间发现，伊所困去所住的所在，正随时正做一个互人去了解上帝迄个互人敬畏、快乐的所在。创世记第28章18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透早起来，将伊做枕头下石菜做条，搁倒油伫迄顶面。迄个菜起来的石头，是古早近东当时的标志。因为石头毋是真自然徛起来，是人。和外口的快乐来徛起来，所以标志的是啥物货？咱若伫创世记，还是伫旧约内底，标志的有可能是咱所听的人埋葬的所在。这记载伫创世记35章20节，列结的墓，遐嘛采一支石头，采起来的意思嘛有可能是边界。创世记31章45节。雅各伫遐甲拉班迄个互相签条约，所以即边你的，迄边我的边界，采起来迄个石头，或是采起来石头嘛有可能伫旧约内底是纪念要紧的事件，就亲像撒母耳上卷7章12节以便以谢的事件，或是后来雅各。伫这个所在，透过迄个倒油伫迄顶面，伫石头顶头，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伊向上帝献上敬拜。所以后来人会伫敬拜甲祈祷的内底用油来洁净。这记载伫利未记第8章第10节到11节。创世记28章19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甲迄个所在号做别特利，别特利这个城本来叫做罗斯。别特利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厝，也通称作上帝所住的所在。这个平凡的迦南城市罗斯，因为雅各伫遮拄着上帝，来成做别特利。做纪念，别特利后来也成做以色列历史顶头真要紧的城市。创世记28章20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若甲我同在，一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其头前是。雅各下元讲的吼，头前叫做雅各下元讲，这原文的迄个翻译吼，这无囥起来内底。雅各下元讲，上帝若甲我同在，一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虽然雅各已经透过这个倒油伫石头顶，采起石头顶向上帝来敬拜。回应上帝，不过伊迄个控制甲啥物货拢爱掠条的个性，伫伊清醒时就会表现出来。
因为伊用一个文法顶头叫做条件子句，就是如果啦吼，假使你若安尼做，我就会安尼做。这个条件子句，属讲要找回伊的主场。咱国的会员就亲像台湾的民间信仰，才会父母会去到关公也是妈祖的面前，会员讲。假使我的囡仔若考到台大，明年就送金牌互你，就是安尼啦吼。我国的会员就亲像台湾传统信仰共款，这个时阵的我国其实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我国的会员是讲上帝，你保护我，你若保护我，你若使我食清，拢无担忧。创世纪28章21节续哩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的厝，我就尊上主你做我的上帝。其实即句话内底有条件的啦，伊要甲上帝交换条件。创世纪28章22节，所以安尼讲来，我拆起来做条底石头，要做上帝的厝，所有你想事我的。我一定要献1/10，互你。我阁讲，你若应允拢有成就，那安尼你无阁是我老爸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所以前提是上帝爱成就伊的应允，若无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我国这个时阵用这个假使你若安尼，我就会安尼回应。是啥物心态？伊是阁想要主导伊甲上帝立约的条件，所以伫雅各现在伊的腹肚内底，伊阁是迄位自我中心、追求家己上大利益的人。然后伫雅各的答应上帝的话内底，除了敬拜上帝，嘛要奉献上主所赐的1/10。这个1/10其实咱已经伫创世记24章20节有读到，伫遐是咧讲亚伯拉罕伊赚赢了后，将所得的1/10来互麦基洗德。这其实就是古代近东的惯例，就是交所得的1/10。互政治或是宗教领袖，总是到现代，这也正做真侪教会鼓励信徒奉献的效益，甚至透过这来限制信徒。总是咱爱会记住，其实奉献就会奉献，所以我毋知爱大家约定奉献就好，奉献就会奉献，因为奉献这样代志，毋是咱用来甲上帝交换的。我讲一遍吼，真歹势，咱奉献就是奉献，奉献这样代志，就是甲上帝，毋是甲上帝交换，是咱心甘情愿的。所以咱只要提出咱心甘情愿的去问就好，不要紧。因为这嘛是上帝爱咱心甘情愿的。赖因德牧师伫台湾教会百年史内底这本册，咧描述伫初代的信徒。当时咧看台湾民间宗教的特性，就是真重视现世，看这个神是毋是有灵舍无，才来决定伊的信仰。所以当时伫真侪宣教师的批内底也安尼记载，迄若祈祷上帝病会医好，迄百度万难嘛爱入来信仰的门，总是倒饼咧，若无得到医好。就是信徒嘛，真容易背离这个信仰。所以讲这样代志嘛，甲阮兜共款啊。我的阿公就是安尼啊，我阿公去新楼病院，结果去新楼在找无，咱爱知影当时的人是安尼吼，迄找无，拢找无汉医，伊拢医袂好，还有可能找去新楼病院啊，迄阿杜仔的病院。啊，就是伫遐得到好了后，我阿公才信主的。
总是这有可能是一开始线落来呢。线落来，咱信仰的路是安怎？实际上，对雅各来讲，即场甲拄着上帝，以及甲上帝相演的即条路程，其实是拄咧开始尔。实际上，咱每一个人介生嘛，有时阵会安尼，咱会行伫一条路程。其实，讲坦白话，咱每一个人拢行伫一条路程。总是咱行伫即条路程，咱是安怎拄着家己，甲拄着上帝。所以未来的雅各会更较深刻来认捌家己，以及伫即条路程伊所拄着的即位上帝。所以当雅各离开伊的厝，伊进入的世界是一个真青春、充满惊吓、孤单一个人行的一条路。总是伊无想到，只是做一个梦尔。这个梦无受伊控制，突然间就进入伊的世界。这个梦并无带伊去回顾伊迄个见笑的过去，无。这个梦带伊看见的是未来，伊若要行，这位上帝会保护甲赏赐平安。就亲像诗人安尼讲。诗篇23篇第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咱搁一遍读到你甲我同在，总是无共的事，这是人上帝较深的呼求甲祈祷。无共哦，这是人哦，出对人的嘴啊。所以雅各伫这个梦里，伊拥稳一个新的境界介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愿意将迄个自我防卫的姿势来放下，有可能就会亲像雅各听见上帝所带予咱每一个人的福音。伊要带予咱每一个人福音，就伫咱所伫地所在。假使咱若愿意听见、回应、开始敬拜，那安尼检查就会见证着上帝的使者伫遐起起落落，像是予咱所伫地所在，以及咱这个人，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那安尼，就是四维有对得。就亲像诗人咧对咱讲的诗篇23篇第5节，咧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伫我对得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这就是诗人安尼吐开讲：上帝啊，你互我食穿，拢无惊吓的所在，咱会当真坦然来面对遐个凶恶。食啉拢无惊吓，上时通欢喜，因为咱相信上帝会临在伫咱袂捌想过的所在。伫遐伊要甲咱做伙伫地，伊要拄着咱，伊要带咱伫所去所伫地所在经历真正的平安。诗篇23篇用3个阶段咧讲一个有上主同在的人生。伊咧对咱讲，一开始咱会拄着上帝，咱会感觉惊吓、敬畏，总是对来是喜乐、满足甲平安，就亲像羊知影伊的牧者咧带路，咧行，但是知影有人带路，迄款心内的安稳自在。第二阶段，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知影咱的人生。其实咱的人生每一个人拢共款，无可能拢倒伫迄个铺玫瑰的面床顶。当黑暗，咱生命中的低调，甚至死亡要到的时，上主的同在会带来咱真正的安慰。
就亲像诗人所宣告的。做伙来读诗篇23篇第3节，做伙来读。来，伊互我新的开展，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和合本的翻译是伊互我的灵魂精英。原文的意思是伊互我的性命搁转来，搁转来意思吼，伊互我的性命搁转来。所以检测咱会因为面对真长的暗暝，因为安尼会变做无啥亲像家己，就是亲像雅各共款，本性就是自私贪婪，因为安尼来失去家己的本性。总是咱会当对未来充满毋望，因为咱知影，咱也相信上帝必然要办道款待咱，伊要直前甲咱分享羊羔的宴席，这就是互咱灵魂精英上要紧的原因。这也是第3阶段。当咱知伊迄个永无去杀咱的疼甲怜悯的时，咱就会真自然来吟唱诗篇23篇的第6节。安尼讲，做伙来读伫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恩典之外，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的恩典甲慈爱，必然一世人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阮，使阮的性命有经历黑暗暝的时，甚至阮因为阮的本性的原因，互阮活了无亲像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知影你要赏赐阮新的开展，帮助阮，互阮知影你要甲阮做伙伫地。然后当阮行的路径，阮知影有你甲阮同行，阮就无搁孤单。你永袂弃杀阮。求上帝帮助扶持，引带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助我。会众请起立念全首。至大上帝愿你助我，恩惠今世空也地。我真愿有你大观念，研究看我无犯罪。你的美流，你的美流，求你日日拥起我，求你日日拥起我。我命罪，我求你收拾，我心最大我心无，为跳魂跳求你献出，带我到回家的路，全然救主，全然救主，使我归来永保护，使我归来永保护。后日行到约旦河去，行也要伊免伫我，我也是第一个准，保我阮刚到南华，我就吟诗，我就吟诗，永远感谢了你。永远感谢了你。
常请这粒来奉献，咱请赵美珠执事甲柯明伟执事来书献。咱头一摆到教会，毋知奉献意义的，会使免奉献，不要紧。会众请今日来吟奉献的诗。这个报告内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7摆请会众来读2摆。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诗篇23篇第40，请。嘛毋惊。咱献归周务第一咱6月份的日周是中职是丁乐琪、林漳州长老，技术是林富祥甲余立芳执事。咱这礼拜6月16，甲后礼拜6月23日咱教会服侍的内容甲服侍的人员那请咱家己来看。咱教会周间的聚会、甲主流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看家己来看。周末第2咱小组的聚会甲6月份家庭礼拜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咱奉献名册留毋对来请来甲迄个办公室是中职来更正。咱献归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周日伫妇女团契伫中昼12点半伫7公益教室来聚会。第2，咱发放7到12月的刑事的
伊安排服侍若有需要异动吼，咱请家己找人来协调，了后来甲干事祭堂也是儿童来通知。会出日6月13日，咱欢迎基督教救助救助协会吼，但以理行义的林金华牧师前来本会正道甲请安报告，请咱为着伊的事工来代祷。小会的消息，第一，咱小会议员是每一月第2礼拜来召开，中一会咱改伫每一月第2当月的实体会议，咱相约就是书面的报告。每年5月来合调，7到12月后半年的刑事率，11月合调新年度1到6月上半年的刑事率。第二，第933次小会讨论修订本会中级选举的资格办法来修订。第5条第1甲第2项，第8条第3项，第13条甲第14条、第17条。伫934次会议确认中级选举的资格办法修改无误，并公告来实施。咱公告搭伫4楼的公布栏，咱请你家来看。教会消息，第一，咱教会爱参组征求主持，若有意思的咱来含迄个关怀部长也是办公室来联络。教界的消息，第一，德中青年部要伫暑假甲北中青年部甲客中青年部来合办传说对决的宴会，主题是传说对决，拄着新差队友，时间是第一是时间7月20拜六下晡5点到6点半，伫南坎长老教会。举办宴会是前段，第二是8月23拜5下晡7点，甲24拜六下晡4点，伫中立长老教会举办宴会。宴会报名费是1人1000块，新德中会青年部补助每人是500块。咱报名的方式咱伫电梯遐有 QR code， 会来扫 QR code 来报名。第二，德中教社部净滩的活动，时间是8月，第一是8月31，伫桃园市的考处港的海边。第二是9月28，新德市的香山的湿地。那报名费是1人是750块。若要参加的，咱请来办公室来报名。咱大岛的事项，请咱为着咱身体欠软者欠免的兄弟来祈祷。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就是阮即几遍顶个月甲即个月，阮咧讨论修改即个中级的选举办法这样代志。小会有真慎重咧专心伫即个字眼甲内容的修订，是为着要爱刷落来，咱7月份开始伫咱的教会就有中级的预选这样代志来做准备，像是伫10月。第1礼拜，咱会召开临时会会来选举改选部分的中级，所以是为着安尼，所以阮有做真侪的讨论甲细节的修改，所以即摆目前已经公告伫公报栏内底，所以咱今年的选举办法就会照这个来进行，所以请咱为着这项代志，阮嘛讨论足久吼。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吼，特别为着咱的中级改选来祈祷。我要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因为阮这边毋茫会当迄个条件会当较开放，
互较侪人来参与教会的起造，所以这个公报已经公告伫遐，所以咱若有啥物款的意见嘛，会当随时互我知影，或是互小会员知影。阮其实有真充分的讨论，所以公告这个详细也是邀请咱大家特别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的教会透过中级来服侍，来做真侪决策，总是透过安尼，咱求上帝特别扶持，互咱的教会有更较侪人会当进入中级来服侍、来决策，求上帝帮咱扶持，祝福咱的教会，这是头一项。所以咱若有兴趣，请咱等一下，也是讲即几礼拜咱会当来看即个选举办法的修订。第二项代志就是即摆爱参组咧画急救啦意思就是爱参组即摆阮有两位大厨大厨一位即摆爱时常走转去花莲啦另外一位有因为破病的关系，所以即摆爱休困。所以，阮即摆咧紧急咧看咱若有人感觉家己阁会使欢迎来爱参组。阮逐礼拜因煮真好的料理即摆当然咱教会的方式是用便当的方式，那嘛毋忘透过便当，咱食的时阵爱笑脸这煮的人咱爱感谢这煮的人，总是嘛咧征求，假使咱若会使来做这个大厨啦来做大厨就是决定菜单啦，决定咱中昼要食啥啦菜单会当有侪人会当做伙来协助来煮好食的物件，所以请咱若有咱在座若感觉家己个会使欢迎来加入这个大厨的行列啦我伫遮简单补充报告。来，考定了，平安。永伯有特别提醒，讲爱特别来介绍总是愿上帝帮咱，就甲恁做伙伫地，甲定了做伙伫地，来。上迎圣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会众请起立，上迎山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也圣水三位。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电乐密导。
平安礼，咱请起立来互相请安。平安，耶稣听你，我嘛听你。